80零個就可以攞低我哋而家呢一間嘅全新精裝3房2衛，門口位置呢一節係贈送一個面積嚟嘅，望出去嘅景觀嘅話，真係可以將我哋五桂山嘅馬溪村一目了然，非常之舒服。然之後呢，我哋中間位置係我哋一個嘅 U 字形嘅大廚房，呢邊展陽台呢係東南方向嘅。呢個戶型係120平方，精裝3房2廳2衛。前邊嘅樓間距嘅話都係非常之遠，望出去嘅話又好闊落，成個陽山景觀咧差唔多可以望晒得到，非常之通風。全新精裝修，質量咧係完全係望得到嘅。跟住咧，裏邊咧就我哋臥室嘅區域啦，每一個房間咧大細均勻，都比較舒服。採光嘅話又係非常之 OK， 因為咧佢呢邊咧係嗰個單邊位置嚟嘅，所以每一間個房間咧通風採光得非常之靚嘅。你只需要再添一些沙發床同埋冷氣，就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啦。有興趣嘅歡迎喺評論區同我留言，我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